为着要提升学校营养午餐的品质，教育部制定学校午餐条例草案，嘛来做本会期优先的法案。也毋过，全教产是指出讲，长期以来拢是学校的老师兼做营养午餐的秘书，嘛无加钱哦，只是减上几节课。因呼吁教育部应该互秘书加做一个正式的业。 要互中小学的营养午餐食了更较安心，学校内底的午餐执行秘书真重要，处理菜单、检菜，逐工的食材也搁爱留建本甲翕相，也搁有招标、对小等等的工课。点菜这件事情的话，每天7点半以前就是要到那个负责中央餐厨的学校去点菜。中午因为他负责营养午餐，所以他要去看学生吃的情形，他一整天都没有在休息，他不就累翻了吗？ 全教产表示，长期以来，各中小老师兼任午餐秘书，工课甲主任、组长共款遐尼重，煞无津贴通好领。各县市按教育部定的注意事项，拢是以减课来应用，毋过煞无啥共款。而且检视教育部摕出来的学校午餐条例草案，有关是指定一个人兼任午餐秘书，敢讲原来是爱用减课做对策，继续欺负人呢？教师兼行政工作，而且是繁重行政工作。 到最后，很多学校老师不愿意担任的行政工作，那地方政府也很快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不用付钱啊。那这样的结果变成怎样？中央跟地方合力在压榨这些午餐秘书的劳力。 全教产呼吁教育部新废除兼任午餐秘书，就爱减课的注意事项，直接加设午餐主任也是午餐组长等等的职务，唔通互午餐秘书变作是做功德。针对这个呼吁，结果进前教育部还阁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